今集內容由 AI 導播，多謝收看及關注。模仿人生，領銜主演袁詠儀、江美儀、張曦雯、羅子溢、張振朗、關禮傑，特別演出陳志堯，主演姬天宇、陳貞儀、柏天南。故事大綱：魏嘉欣親眼睇住父母跌落樓，之後又俾巨創集團嘅倫澤森呃咗去輪姦，跟住澤森仲揾嚟地下解決師夫人要搞掂嘉欣，好彩俾商業間諜組織 EOV 嘅首領溫敏救翻。澤森嘅後母羅伊凡，正正就係當年見利忘義將溫敏掟落海滅口嘅好朋友。溫敏喺 EOV 嘅救贖之下重塑身份，見到嘉欣心入面嗰團火，就決定帶住呢隻棋子嚟一場終極清算。嘉欣俾溫敏改造做設計師許月，埋澤深深報復。臥底警察魏志生周圍揾嘉欣嘅下落，開始懷疑許月嘅身份。許月發覺自己被溫敏利用嚟對付伊凡同抗衡夫人，搞到兩個人反面。溫敏亦因為組織成員犧牲而突然醒覺，一場激烈對決就此展開。夫人同溫敏嘅真實身份，仲有終極仇人嘅陰謀逐步浮出嚟。